第一，你需要永居資格 （indefinite leave to remain）。第二，經常地喺你入學之前居住喺英國。第三，好多人係可能忽略咗嘅，你喺英國嘅目的唔係教育咁簡單。如果你係一個 BNO family 咧，你係好容易滿足呢3個條件，你就要喺入學前9月1號已經攞到呢個 indefinite leave to remain 嘅資格。如果你話我咧8月25號到，加急就會9月1號就可以攞到，我合唔合乎資格呢？個條文裏邊咧，佢係非常清晰講咧，你要喺佢哋指定嘅日期已經係攞到呢一個咧 indefinite leave to remain 嘅資格啦。如果你可能係 year 13，咁你應該係 gap year 好啊，定係繼續申請好啦？